早晨，十字牌早餐，今日咧就繼續睇詩篇嘅第二篇，係我哋最後一天睇詩篇嘅第二篇啦。我哋先讀經文，希望咁多日咧都讀下都有個效果，就係我哋慢慢可以背咗個經文啦。外邦為什麼爭鬧？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，神在一同商議，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，說：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，脱去他們的繩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，主必嗤笑他們。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，在烈怒中驚嚇他們，說：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。受膏者說：我要傳聖旨。耶和華曾對我說：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，將地極賜你為田產。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，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。現在你們君王應當醒悟，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，當存畏懼侍奉耶和華，又當存戰兢而快樂。當以嘴親子，恐怕他發怒，你們便在道中滅亡，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OK， 好啊，經文就喺呢度。咁啊，應用部分琴日講咗啦，戰兢而我哋要存戰兢而快樂啊嘛。咁今日咧就會睇返即係叫做皇家嘅詩歌啦。咁喺詩篇裏邊有好多皇家嘅詩歌，包括咗唔同場合啦，當然啦，係咪登基啊、打仗打贏啊、求神去幫手打仗啊、感恩啊，甚至乎結婚啊，咁有好多唔同嘅都係皇家嘅狀況。咁啊，皇家嘅詩歌其實有兩個主要嘅分別。第一個咧就係以第一身人稱嘅，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呢一段咁第六節，受膏者說：我要傳聖旨。耶和華曾對我說：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係嘛？耶和華曾對我說啊嘛，即係我第一身咁樣去解釋呢件事。咁可以睇第二個例子啦，免得我哋好似淨係得呢個咁咪就係咧咁啊。咁啊，第18章第46節都係咁嘅。耶和華是活神，願我的磐石被人稱頌，願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這位神就是那為我伸冤使眾民服在我以下的。你救我脱離仇敵，又把我舉起高過那些起來攻擊我的。你救我脱離強暴的人。耶和華，因此我要在外邦稱謝你，歌頌你的名。OK， 好多都係我同你之間嘅一啲描述啦。咁第二個係咩人稱呢？咁啊，梗係第二人稱啦。我哋就未去到第三身單數啊，第二身單數。咁就其中一篇其實詩篇裏邊我哋成日都聽嘅，可能係20零篇嗰啲啊，因為由23、22就係呼求啦，係咪啊？講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嗰個狀況。24係贏啦，23就係青草地溪水旁啊嘛，係咪？咁啊20節我哋可以睇下呢個第二人稱。願耶和華在你遭難的日子應允你，願名為雅各神的高舉你，願他從聖所救助你，從錫安堅固你，紀念你的一切貢獻，悅納你的燔祭。係啊，呢個係第20啦，例如第21啦。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敵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。你發怒的時候，要使他們如在炎熱的火焰中，耶和華要在他的烈怒中吞滅他們，那火要把他們燒盡。你必從世上滅絕他們的子孫，從人間滅絕他們的後裔。咁睇到其實有個第三者喺度啦，即係點解第二人稱，即係有人稱呼佢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個崗位好明顯就係祭司啦。即係我哋睇到皇帝有自己直接同神唱歌嘅狀況，亦都有祭司唱歌，皇帝喺度嘅情況。咁我哋就知道咧，嗰個場合咧唔單單係，即係當然啦，皇帝好多時候嗰啲詩歌
公開咗出嚟，就係大家一齊有一個祭典啦。咁然後有祭司咧，就一定係公開嘅祭典啦，係嘛？即係唔係淨係獲得一個啦嘛？咁內容上面其實我哋要睇到啲咩咧？除咗嗰個第一身、第二身，同埋喺唔同場合裏邊都有發生呢件事嘅。咁咁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有乜意思啦，係啦，即係對於我哋嚟講有乜意思？咁其中一種理解喺即係古以色列裏邊咧，其實就係好大機會係一啲有年度嘅祭典啦，係啦，即係好似又唔係重新立約嘅，有少少似我啲保險行咁，即係你保單周年日咪同人哋講翻你保單個內容係咩咯，係咪？提翻佢本身係啲乜啦，咁樣嘅一個關係，好似就提翻即係呢個祭典咧，其實就係提緊地上面嘅王權係因為天上面嘅神權而有㗎。咁啊提醒個王咧，咁你每年都好似都提一提你，哦係喎，你雖然好大權，你雖然可能好似話晒事，但係其實咧你頭上仲有一個天上嘅神喺度，咁樣嘅一個狀況，所以咧就有理解為好似個王權去更新、去續補咁樣嘅狀況啦。咁呢個當然要提翻就係即係所有嘅人力去翻羅馬書，點解我哋要順服政權嗰個位咧，就有啲似呢度啊，就係因為地上面嘅權如果唔係神俾咧，都唔會有嘅。咁所以神俾得佢有佢嘅意思啦。咁你就喺你嘅個人處境裏邊去面對佢啦。有時係啦，咁當然又唔係100%啦，有啲人都會逆權嘅時間㗎嘛。例如埃及嘅收生婆咁樣，咁咪唔特登去救嗰啲希伯來嘅嬰兒咯，係咪？好多時候可能救人啊呢啲冇問題㗎。咁唔通拉合又要順從嗰個國家係咪啊？如果唔係，佢就唔會幫嗰啲以色列嗰啲探子耶利哥城嗰度幫我保護佢哋啦。咁佢都叛國㗎，咁係咪又唔順服咧？即係所以呢啲位咧就俾翻當時當刻喺翻個處境裏邊嘅人去決定。咁啊，再睇神嘅叫做評語評論，或者聖經嘅作者嘅評語評論係如何啦。咁跟住落去咧，即係其中一個有前有後啦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好似覺得其實我哋係咪睇翻黃金時代啊？即係咪大衛嘅時間，甚至乎所羅門嘅時間就係以色列黃金時代啦？咁就好似懷緬過去常陶醉咧，其實就唔係嘅。即係因為事實神嘅約未100%去應驗啊嘛。即係大衛嘅皇位永遠都有人坐落去嘅。咁嗰個永遠喺邊度咧？咁啊未發生啊，所以佢哋咧就引申咗一個彌賽亞嘅理解喺當中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喺內容裏邊咧，其實我哋要睇到神權人權嗰個上落啦，可以話係啦。即係王包含咗好多事喺生活裏邊，牽涉個國家，牽涉個國家係所有嘅嘢㗎。咁跟住落去咧，就係一啲排序嘅問題。咁我哋即管都睇埋啦，因為其實呢個王嘅詩篇有關於約嘅，就係第2篇、第72、第89同埋第144嘅。咁有乜特別咧？我哋講好多次，第2篇咧就係整個詩篇有機會或者去到89嘅一個綱領嚟嘅，一個開頭嚟。咁而第72咧，正正就係mark 咗啲乜嘢咧？就係卷2最尾嗰卷，然後第89咧又係卷3最尾嗰卷嘅，而144咧就可以睇成卷5嘅最尾嗰卷嘅序言。咁所以俾我哋睇到咧，全部可能都係跟緊呢一個約去分卷嘅。咁點解中間1至41卷1至41篇應該係卷1，點解會冇咧？咁有啲人就會睇成即係1至到72為一卷啦，係啦，可能喺之前嘅分類裏邊。咁無論如何，我哋都望一望，去有個
觀念，即係呢一度即係我哋第二篇就係講緊神俾咗權落嚟啊嘛，係咪？佢係大晒㗎啦，其他各國都唔好喺度叛亂啦。咁第72係乜咧？就係我哋之前都有睇過嘅，係啦，可能第一節已經足夠啦。神啊，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給我，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。他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。即係神，即係王權係神地上嘅代表啦。咁呢個就亦都有寫明係所羅門嘅詩啦。OK，咁我哋見到卷3啦。咁跟住咧就第89篇就係卷4之前啦，係啦。所以咧，可能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認呢個已經係以斯拉人啦，即係被擄時代嘅一啲詩歌啦。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，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於萬代。因我曾說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遠，你的信實必堅立在天上。我與我所揀選的人立了約，向我的僕人大衛起了誓。好清楚啊！我要建立你的後裔直到永遠，要建立你的寶座直到萬代。好清楚啦，即係神同大衛嘅約，就係地上嘅王權就係大衛之後啦。咁啊，俾我哋睇到呢個安排啦。咁我哋睇埋第144有乜關咧？咁即係呢4篇就係啲約嘅篇章嚟嘅。咁你睇144咧就會望下邊一句係比較絕對嘅。耶和華是我的磐石，是應當稱頌的。他教導我的手爭戰，教導我的指頭打仗。他是我慈愛的主，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盾牌，是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百姓，服在我以下。耶和華，人算什麼？你竟認識他；世人算什麼？你竟顧念他。人好像一口氣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兒快快過去。咁呢度都係講返即係同大衛嘅關係啦。咁點解延伸落去咧？就145嘅第21章咧，就開啟咗後面嘅嘢。我的口要説出讚美耶和華的話，為遠凡有血氣的都永永遠遠稱頌他的聖名。就係開啟後面嗰紮嘅經文啦。咁我哋知道詩篇咧就去到150篇，即係呢一個咁樣嘅間隔。所以咧，其實記得卷幾都幾緊要啊！即係1至41啦，咁跟住又到72啦，到89啦，係咪？即係跟住最尾卷4就係一路殺到落去150㗎啦。係啊，呢個第90篇啦。咁啊，中間應該仲有一下嘅，我裝埋先。之後可以再提啦。即係總之呢4篇就係講大衛嘅約。咁有乜意思咧？大衛喺呢個詩篇裏邊其實有3個 level。第一個 level 就係關於個情緒。係啦，即係其實大衛好重要嘅就係佢作為一個個人喺困苦患難當中啦，咁佢嗰啲情緒爆晒出嚟嘅，見到佢對神好真誠啦，亦都有認罪啦，有信心嘅時候，有投訴，有基極嘅時候，有感恩有讚美嘅時候，咩都有齊啦。即係對於神嘅情緒，基本上係一個好完整嘅記錄，都代表人可以咁樣去對神，即係唔係叫你容許呢件事，只不過講緊一個人受苦受難嗰陣，自然就有啲情緒，而神都可以接受同包容。第二個位咧就係、是、我哋係一啲信實嘅要敬拜嘅人咧，係一個範例模式，我哋可以去跟從嘅。係啦，咁個範例模式嘅重點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承認
王權嘅有限，人嘅軟弱，係嘛？即係呢啲大衛身上就係嗰個。雖然大衛已經最貼近嗰個好嘅君王喺神心目中即係蒙悅納嘅嗰一個，但係最終都唔係完美嗰一個，咁即係人做唔到咯。咁我哋都經常要承認呢一點啦。咁第三個咧就唔係淨係講以前即係 good old days 啊，就係好激進嘅，就係向前嘅展望。人唔得啦，咁點咧？咁就係一個彌賽亞嘅希望。咁就有三個，即係可以話最重要嘅地方。咁所以呢個 model 咧，其實就係生活裏邊嘅困苦啦，人對於王權嘅追求嘅一種挑戰啦，點解會失敗啦，以致甚至乎被擄啊，冇人冇物啦，跟住有返咗希望啦，係咪被擄回歸啦？最後就盼望彌賽亞嘅來臨。咁所以咧，都俾我哋即係好重要地去睇返第二篇係真係都好奠基嘅一篇啊！就係因為係王權嘅解讀。咁我哋一齊禱告，主感謝你俾我哋都用咗一個禮拜嘅時間，求主你都讓我哋起碼即係將裏邊嘅經文就係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呢一句説話俾我哋引以為戒，因為我哋已經同神有一個兒子嘅神同兒子，即係父同兒子嘅關係。求主你都咁樣去幫助我哋。雖然人會經歷軟弱、有絕望嘅時間，但係都有得安慰、有重拾盼望嘅時間。求主你咁樣幫助我哋，都係讓我哋更多喺詩歌裏邊認識到大衛同埋神。無論係個人定係作為一個領袖嘅關係，我哋多謝你，禱告奉主耶穌名字。